2084远远开挖过来，就让人感觉到不安的气氛。伊将要带领游客去体验一段新奇又搁欠步的旅游经验。台南旅游业者跨界将无同款的行业做结合，运用应用软体 APP， 创作即马上界流行的实境游戏，让每一个府城景点的历史人物以蒙混的方式来现身，加来自2084游客互动。亲身进入鬼故事当中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像玩家他会准备到有卷轴的部分。那我们第一关，因为刚刚有提到是大南门，所以说大南门我们现在往大南门出发。那在大南门的部分呢，刚才有提到是我们都会串联一些台南在地的冤魂或者是鬼魂，做一些就是解谜解冤屈的一些搜索。那在大南门那边呢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，就叫陈守娘。那陈守娘呢，她是台南呢。之前一个算是有人号称是全台湾最厉的女鬼。我们探险皮箱是由台南4家业者一起整合的一个旅游行程。那我们有南南文旅，还有我们的芒果游戏，还有福城国际跟天恩旅行社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把台南新的一些旅游的部分加入新的元素。那我们就用了一个2084的一个行程来做一个这一次的创新的旅游。那我们就是还研发了一款 APP， 因为现在当然很多人去抓那个宝可梦抓怪，那我们想说把一些行程的部分就变成导览，然后去各个景点，然后我们去抓鬼，然后又由这些亡魂、历史人物现身说法来讲一些故事，让介绍台南的一些景点。因为手机的游戏 APP 要透过 GPS 定位，才会当开始进行这款结合实景的方式。就是爱民众亲身到现场，才会当完整体会一寡景点的历史过往。因为其实很多人来台南玩就是吃小吃跟去逛一些古迹景点，那很多故事可能没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。那我们透过这 APP 游戏解谜的方式，就可以知道说，例如说汤德章纪念公园啊，那边汤德章曾经经过228事件，还有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是说这个中医国小原本是一个神社，那日本的亲王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发生一些历史事件？例如说他这边病亡了，那他这边他发生什么故事？然后透过这 APP 去跟民众做一个互动。2084将对9月17号开始限定发车的名额，有8人座甲4人座2种类型，民众会当上探险皮箱查询相关的资讯。咱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。